好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山林音乐会，在森林中听音乐会，应该对大家来说是第一次，对吗？太好了，跟我们一样，相当新奇的体验啊！那今天呢，我们麦帕蒂乐团世界音乐组合也即将在这里带给大家一系列的这个好听的音乐，以及今天有很多不一样的乐器，对不对？大家可能连名字都不一定知道哦。这个就是世界音乐，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乐器，我们所带来的音乐节目。那在今天呢，也很开心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我们就会一一的来做介绍啊。首先也从我们比较靠近一点点的，靠近我们一点的国乐器开始好了。国乐器大家应该在古装剧里面比较容易听得到，看得到，对吗？好，我们先邀请到的是二胡手云欣老师。二胡只有2条弦，而且呢，它不像吉他有一格一格的格子哦，所以要把音按准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云欣老师用二胡即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这首叫做《月夜愁》，它是一首台湾非常著名的民谣。一起来邀请云欣老师。